剛剛有客戶反饋說他的 BUD 被拒絕了，說這個資助根本就申請不了，是真的嗎？咁你有冇問佢係咩原因被拒絕呢？客戶提供不了最新的審計報告啊。咁咪係咯，資料都唔齊全，審批部門點會批呢？申請 BUD 最基本嘅資料，公司 BR 最新年度嘅審計報告，員工發工資記錄，強積金交納嘅記錄，近3個月部分嘅合約，詳細嘅項目計劃書等等，呢啲都係需要嘅。咁審批部門需要確認申請企業係一間正常營運同埋有持續營運能力嘅公司，咁先會批准企業嘅對外發展計劃。如果一間公司連最基本嘅營運都冇，咁點對外發展呢？ BUD 係港府俾香港中小企對外發展同埋轉型嘅一個專項基金，可以申請嘅範圍包括企業在外設立公司、租辦公室、聘請員工、設立網站、宣傳推廣等等。只要你公司符合申請要求，資料齊全，單次申請嘅最高金額係320萬，而港府最高資助800萬。如果你公司都有需求對外發展嘅話呢，不妨試下申請啦。